台北市府要伫市民广场办这个升旗的仪式，市长郭文地呼吁各咧做的政治人物，得爱互台湾更较团结。国民党伫中央党部办活动，前总统马英九针对蔡英文伫演讲讲买50届的台湾，伊是批评讲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，会害两岸的关系愈来愈害。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强调是中华民国生日，国民党伫中央党部举办升旗仪式，除了前总统马英九、党主席朱立伦、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以外，前国民党主席吴碧祥、郝龙斌嘛来到位。针对蔡英文不时用台湾国庆日取代中华民国国庆日，马英九表示，安尼做会互两岸的情势更加紧张。去年国庆日，总统又强调两岸互不隶属，并且推动台湾国庆日。中华民国不见了，蔡总统这些做法、这些动作，不但不能团结人心，只会刺激大陆恶化两岸情势。党主席朱立伦站出来挺马英九，强调中华民国这个称号必须爱坚持。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嘛赞声，呼吁蔡英文唔通刁工回避中华民国这4字。另外一边，台北市政府伫市民广场举办国庆典礼，市长郭文铁讲，无希望国庆日变成一个台湾分裂的日子。本来国庆日就是一个让全国可以团结凝聚的一个日子，我是很不希望说这个日子你知道变成一个分裂的日子，要出来社会了在一个不同的位置，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，你知道让这个台湾是一个更团结更和谐的社会。到底是中华民国111岁的生日，嘛是台湾国庆日？国民党、民众党除了做伙庆祝，嘛提出家己对国家的想象甲期待。记者麦尚英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